一个铜钱都冇啊！表哥啊！你要全封在包袱里，万一跌跳的包袱啊，就跌跳的本钱哦。啊，俺是能也有你修的一个荷包，过年时啊，总要发生果子，被老鼠咬了一滴眼，崩的铜钱了。那俺就再给你修张荷包。哎，好主意，快修快修啊！好嘞。
要记在哪里哦？要记得该使用简单人的地方。啊？哎呀，这只有个裤洞里个熊猫哈才捡得呢嘛。亏你想得出。翠园们呐，完全有劲呐！好，就依你。好表妹，我要去上广东了，拿个包袱来哇。慢点。哎，表妹，你还有什么事哇呀？表哥喂。